盐水永城戏院，哦，好多电影广告。盐水区图书馆。盐水永城戏院是8月4号，8月4号，今天8月12号。今天永城戏院，今天就是今天8月11号，礼拜6了。今天8月11号，礼拜6，是在嘉义大里的国轩了。明天礼拜天还是在这里啊，这里就是盐水永城戏院了。莫奇安国了，草帽草大记者金刀鱼啊，莫奇安国。秀琴歌剧团。18个月大，以为是18岁，变成妻子要养在长大。莫奇安国啊，听清楚，18个月不是18岁。这么进步哦，公元2000年的装潢，旧的米仓库装潢成，我也没有去，本来就老戏院了，2000年是重新装潢，有一段时间停业。